这套是春来小圆的，然后我们这个线条是专门给它开发的一套线条，这个法式的小线条很漂亮。然后我们里边的这个板是福人的，不对，福人的那个7225这个烟熏木是它的基地感非常强，所以这套深浅搭配的效果，非常满意啊。这个业主是一个医生业主，然后这套房子是149方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特征，很多业主可能就是有纠结说上面这种就是回风口啊，有很多人是把它做上去的。我觉得这套房子也是一套比较好的解决方法，因为其实做上去那个空间也没什么用，然后比方说做格子啊，其实是很难看的。那像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，它是有一点像那个成品化的思路在做的，其实也不见得说非要到顶才好看。所以整体来说，这套做完以后啊，就是业主的反馈还是蛮好的。深淺搭配，豪宅專配。這晚在跟蹤偶遇，這晚在跟蹤偶遇，心中被他兩個缺點不停叫喚，跟他對價。新鮮的冷風不准吹許他，他話又用眼神快要對我説話。這晚在跟蹤偶遇，這晚在跟蹤偶遇。